新闻一开始，先来看这立法院的消息。立法院新会期今日开机，这行政院长杜永泰呢去到立法院进行施政报告，所以因为 NCC 的代理主委洪碧忠呢有列席，引起着民众中团不满，有阻碍着技术进行。杜永泰到中昼才顺利上台施政报告。不过明年总预算案和南北两党主动提登去听书委员会。杜永泰是强调讲会诚意沟通，继续来对话。另外，针对着这联合国大会2500号决议损害着台湾的权益，这南立北三党呢拢有提出着因的声明，三个版本拢进入到二读等待条约协商。民众党立委举牌抗议，抵制议事进行。立法院新会期20开机，行政院长杜永泰带部会首长做施政报告，因为 NCC 代理主委洪碧忠嘛列席，和民众党团不满。立法院长韩国瑜宣布议会休困协商，会议时有50分钟未顶未动。在韩国瑜裁示，民众党团已经提出 NCC 相关提案，等议会来处理。洪碧忠备询的资格暂时无要处理了后，议事则开复，洪碧忠嘛继续列席。不过南北国联手封杀明年度的总预算案，提登去定书委员会。杜永泰上台了后，嘛无袂记得对总预算阁发话。我所觉得有一些遗憾的部分，我们会再继续透过沟通协商，希望能够让国家往前走的脚步不会停止。杜永泰施政报告重点放在8大项的施政方针，其中伫能源政策，强调确实做好第2摆的能源转型，依法对威胁加远的目标过去。针对年代2758号的决议，损害着咱国的权益，那立北嘛拢提出2758号决议的声明，三个版本拢二读等条约协商。为2758号决议文来平反、拨乱反正、正确解读，是这波国际行动的焦点。中华民国政府自始表达反对联大2758号决议，到现在我们的立场仍然是一致的。第8轮的真主党引发 BB 扣爆炸，牵连到台湾的金阿普罗公司，杜永泰谴责是恶意的连结。个人单位嘛在查假消息，经济部嘛澄清讲，台产的 BB 扣未爆炸。可以很肯定的讲，台湾生产的这个 BB 扣是不会爆炸的，里面的零组件就是比较低阶的 IC 啊，然后电池啊，这些东西都不会产生爆炸。我们可以肯定的讲，不是台湾生产。外交部长林佳龙是表示讲，已经发电报给所有的外管，一方面是了解更较侪资讯，嘛加强安全。检调嘛已经介入调查。金马普罗公司负责人柯清讲洪玉谈，获审了后20透早是无报请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